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台中潭子北部这块地啊，有一个旧地名叫做嘉兰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栗子的栗，读落啊栗第8条。咱知影讲栗是一款树栽名，是落叶乔木，叶啊互生加两型，一起一起花单性，主雄共主，花差不多是9公分到20公分，有用啊。果实是球形，成熟了后会正做咖啡色，必开正做4瓣，内底有2-3粒坚果会当食。这里文音读做栗，像咱讲苗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栗子，互人俄罗斯千果之王，有纤维、维生素 C、B 甲钾、镁等等的矿物质。一般认为食到到地会当保护咱的胃肠、心血管、腰子甲筋。嘛有一句话讲，栗子若老家己开，石榴若老家己破，意思就是时间若到就会降温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骨力食力，病大吞烂，意思就是讲骨力的人就栗子通食，若病大的人就敢若会当家己吞喙烂，看人享受成功的成果。这个意思我紧有贵才会把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骨力食力，病大吞烂，做人上惊要食唔讨趁。若是讲轻做，就免惊无通趁食。就算一时拄到困难，栗子若老家己开，石榴若老家己破，时间若到就会降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栗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